大家好，我係你嘅塔羅斯路比。好啦，咁咧今次咧就有啲關於有緣人嘅宇宙信息啦，咁就係關於事業嘅，話俾大家知係啦。咁咧我呢個係一個廣東話嘅頻道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就可以訂閱啦，俾個 like 過啦，同埋可以留啲言啦，話俾我知想知道邊個方向嘅塔羅牌嘅信息俾大家啦，係啦。咁咧，我哋呢個 channel 咧叫做超數數啦，咁就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信息都可以俾到大家嘅。咁有啲可能係一啲短片啦，或者可能有啲係真係實體出去出邊拍嘅影片啦。咁啊，請大家多啲支持啦。咁啊，亦都有啲係關於歌曲啦，係啦，新年有好多唔同歌曲嘅短片啦。咁啊，有機會都可以聽下啦，或者可以睇下啦。係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好，咁我都係講翻今日嘅呢個有緣人嘅信息啦。有啲咩事業嘅信息俾大家咧？咁我可以睇到底牌咧，就係 The Star 啦，就呢隻。咁咧 The Star 咧嘅意思咧，就係通常咧就係講緊新一年有新希望、新發展。咁有啲新嘅許願啦。唔知大家今年年頭有冇去求下籤啊、許願啊？可能做到有好多啲唔同嘅一啲願望曾經寫低過，或者可能譬如有冇寫過啲日記啊，係許願啊，係啦，有時間咧都可以初一嘅時間許願，因為初一咧通常咧就係講緊呢啲增長啦，想多啲嘅嘢，譬如我想多啲錢嘅，不過講得具體啲啦，譬如我想我今年嘅目標係全年賺到可能100萬咁樣啦，港幣咁樣啦。咁定下呢個目標啦，咁寫低佢啦，咁寫完之後就放低咯喎，係啦，咁應該大家都做咗好多許願嘅，相信係啦，咁所以底牌就出呢隻啦，咁就同埋咧都可以摸摸喎，第一隻牌咧就係權杖嘅女王啊，即係代表大家新一年嘅事業發展咧，可能有機會上司係女士啦，或者係啦，咁即係可能女嘅上司啦，咁工作嘅時候咁留意翻啦，通常女嘅上司咧都比較細心啦，講說話都可能都係咯，即係觀察得好細微啦，咁可能都會有啲提醒大家啦，點樣進步啦，點樣做得好啦，咁好多時都女嘅上司都其實好好人嘅，有啲都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工作嘅時候係啦，咁下一隻咧就係聖杯七啦，咁同樣聖杯七就係講緊有好多唔同嘅新發展、新機會啦，可能有啲新嘗試啦。咁試下嘗試勇敢啲去邁出一步去試一試啦，可能有意想唔到嘅後果，即係可能一啲嘅結果啦，可能試一試咁樣啦。咁仲有就下一隻咧，就係女王牌啦，即係除咗可能上司係女人之外，可能自己都係女士啦，或者可能如果係男士嘅話都唔緊要嘅，可能講緊你身邊嘅伴侶啦，都可能好似女王咁啦。或者如果係女士就自己係女王啦，想今年自己主咗晒所有嘅可能事業發展啦，可能工作上嘅一啲機會啦，都好合理嘅。下一隻牌就權杖五啦。權杖五咧，其實咧可以見到咧，就係可能喺工作環境入邊係容易有黨派，係啦，有紛爭嘅。新一年咧就注意下咧，可能少啲講說話啦，多啲做事啦，可能少啲講得太多人哋嘅事情啦，專注喺自己身上啦，做好自己嘅事情就可以容易少啲紛爭嘅出現啦，喺工作上就順利啲啦，咁樣啦。權杖一啦，下一隻牌就見到咧，就係點樣咧？權杖一就可能有機會有啲人會升職，都會加人工嘅，即係睇得到咧。原來權杖一嘅意思咧，就係可能有啲新嘅權力咧就會嚟到啦，可能嚟到你手上啦。有個機會可能升職啦，又可能多啲嘅事業發展向上啦，都步步高升，恭喜大家係啦。下一隻牌咧就可以見到係寶劍六啦。頭先講起升職啊嘛，升個職梗係點啊？除咗你嗰個職銜唔同咗啦，做嘅嘢多咗啦，負責嘅嘢多咗啦，睇住嘅人又多咗啦，變相都會攰咗啦。亦都做多咗啦，有機會可能 OT 啦，係啦，即係都多咗好多嘢要做咁樣啦。都係合理嘅，但係人工多咗嘛，咁唔緊要啦。仲有下一隻牌就係戰車啦。睇到戰車咧，就係代表原來嚟緊真係有啲大啲嘅方向去進展啦，可能亦都有機會會驛馬
星動啦，即係代表可能要出差啦，可能要去唔同嘅地區發展啦，試下啲新嘗試啦，可能有機會可能去附近啦，可能即係可能去內地發展又唔出奇啦，或者可能周圍飛去唔同嘅地方嘅，代表公司可能係啦，即係去傾生意或者可能自己如果創業嘅話，都會係有啲新嘅發展啦，開多間分店啦，做多啲唔同嘅範疇嘅事務即係項目咁樣啦，都可以嘗試下，係啦，即係觀望下，原來嚟緊呢一年都可以好好嘅咁發展到嘅，係啦。咁亦都有隻公義牌啦，下隻咁公義牌代表咩咧？通常就代表你之前付出嘅努力咧，就得到相應嘅回報啦。咁恭喜大家！頭先都講話可能有啲新嘅進展啊嘛，咁都係會有啲唔同嘅發展啦，係啦。咁嚟緊下一隻咧就係錢幣六啦。咁錢幣六通常咧就係講緊可能喺一啲金錢嘅進賬啦。咁頭先講話你新一年可能有啲獎金升職加人工咁好好啦。咁但係咧喺即係自己又擁有咗金錢之餘咧，咁都可以做啲分享啦，係啦。咁同我上段片咧講一樣啦，都係可以做一啲布施啦、捐錢啦，捐去一啲可能如果有宗教信仰嘅，就可以捐翻去宗教信仰嘅團體啦，或者可能去捐翻去一啲流浪動物嘅機構啦，係啦，或者可能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咁特別係一啲可能係啦老人家或者可能一啲孤兒院可能去可以捐一啲金錢啦，或者可能去下做義工啦，咁都係好好嘅。咁新一年咧，除咗係關注自己工作之外咧，仲可以去關心下個社會啦，係啦，或者可能公司如果有機會做下義工，咁都可以即係報下名啦，一齊去同啲同事做下義工，可能對於你哋喺工作上嘅一啲即係關係啦，可能同同事嘅關係啦，都會有一個好啲嘅進展啦，係啦，咁解決咗頭先講嘅權杖可能有啲紛爭嗰個問題啦，係啦，咁下一張咧就係呢個聖杯騎士啦。咁聖杯騎士就係代表你可能對自己嘅公司或者事業都有一定嘅即係歸屬感啦、安全感啦，可能都覺得而家呢間公司都係適合自己嘅，咁就可以繼續做落去啦，係啦。咁下一隻牌就聖杯一啦，咁就係新一年可能係公司入邊或者事業啦發展入邊都可能有啲新嘅諗法啦，都會想試下啲新嘅嘗試可能你或者有啲想讀一啲課程去增值自己去學一啲新嘅技能令自己可能喺工作上係更加好更加方便學多啲唔同嘅語言咁頭先都講話可能要出差，咁都好啱嘅，係啦。咁聖杯九啦，咁都係而家都好圓滿嘅，而家個狀態都係好適合去一啲試下啲新嘅發展啦。咁亦都而家手上擁有嘅都係繼續係好好去珍惜啦，係啦。咁另外另一副牌咧都出咗幾隻牌嘅，咁就可能都有旁觀者清啦，咁講緊啲交友啦，係咯，同樣都注意下啦。事業之外咁，可能就注意下同啲朋友嘅關係啦、屋企人嘅關係啦。咁可能如果啲關係如果真係爭啲嘅話，就可以揾其他朋友或者屋企人都可以傾下偈，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幫到自己啦，係啦。咁亦都瞓多啲啦，可能先講話嚟緊呢年真係好攰啦，要休息多啲啦，咁唔好諗得太多啦，係啦，有陣時可能越放鬆就越好啦個狀態。咁咧，仲有一隻牌就係貧窮限制想像，就係我覺得個意思又唔係咁負面嘅，咁咧就可以睇下原來自己咧可能去試下呢個世界，睇下觀下呢個世界有幾大啦，咁可能未做到唔代表唔可能咯，係啦，可以嘗試一啲新嘅可能性啦。咁工作上嘅話，今次呢副牌就真係講事業啦，係啦。咁千載難逢，即係講而家工作機會可能好好啦，或者嚟緊有啲好好嘅機會會嚟到啦。咁請即係捉緊佢啦，咁嘗試下啲新嘅方向啦，係啦，可能有出人意表之外嘅工作表現啦，即係可能會越做越好啦，越做越旺啦。咁可以嘗試下多啲新嘅發展啦。咁佢嘅底牌咧就係放膽去冒險所以就講緊話叫大家咧就可以勇敢去挑戰下自己啦。
咁 E 人當然咧就係、通常好容好中意表達啊，做得好好啊，或者可能即係好勇於去講自己嘅嘢啦，咁好啱啦，即係放膽去冒險呢樣嘢係啦。咁啊，但係如果 I 人嘅朋友都唔緊要啦，咁可能就係新一年咧有啲新嘅嘗試啦，就係、試下去做啲自己平時未做過嘅嘢，但係又安全嘅係啦。咁啊，去試下啲新嘅嘗試啦，俾自己有啲新嘅發展啦。咁我覺得都係好好嘅，咁可以努力啦。咁啊，多謝大家啦。咁啊，請都訂閱啦，同埋都留言，同埋都俾個 like 我啦。咁如果真係中意嘅話咧，又有需要嘅話，又可以揾我做塔羅牌占卜啦。有需要就可以下邊留言，我哋會再聯絡你噶啦。多謝。